公主饶命！公主！闭嘴！放我下来！要是再出声，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一刀把你舌头割下来，让你吞下去。说到做到。老大，别跟他废话，前面就到灵隐寺了。等会儿咱们用迷药把这丫头迷昏了，怎么样？赶路！啊好。公主没事吧？公主，公主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现在才来？这帮贼人竟敢对本公主大不敬，一个都别放过！好，公主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我不走！你们先把这些贼人抓起来，让他们不得好死！饶命啊，公主！饶命啊，公主！公主，你给我起来！公主，刚才就是你打我！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！公主！好剑法，蠢啊！是不错，但还比不上你家郡主以命救人的果决啊！公主，可有受伤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没事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虽然你立了功帮了我们，但是你牵扯此件朝廷重案，必然知晓些内幕，所以我们不能放你走。你再多架我几刀，我可就爱上你了。你，哦，都住手！郡主，虽然他也涉案，但若不是他提供线索，我们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成功。说起来，他也是将功补过，不应该以罪犯视之。至于他知道多少事，我相信他是愿意说出来的，因为这也将是他不被降罪的条件之一。我说过了，雇佣我们的人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不过，明日申时，他会依约出现在南坡上的山神庙，接走公主。换而言之，明日申时，谁出现在山神庙里，谁就是真凶，不是？海蝶、莫萧，你们赶紧去山神庙部署，准备明日抓人。是。走。多谢相助。哼，其实啊，我一直在等着你来谢我。险些
整得有些不耐烦了。你这人说话还真是毫无保留啊！我要是有所保留的话，刚刚那一箭不射出去，你恐怕就不能活着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了吧？那倒也是。我看得出，我们俩是同一类人，都会拼尽一切，不会有所保留。你和我才相识短短几个时辰，你就知道？方才你拼了自己的小命不要，也要用肉身护着公主。这人呐，什么德行，什么面貌，死之前看得最清楚。其实我是不想死的，我答应过他，一定会平安回去的。不想死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刚刚已经足足死了2回了。这笔账怎么算啊？来，签个字据。看来你是早打算向我讨这个人情了。我可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可是这上面只有一个欠字，是欠什么呀？我若帮的是男的，一律用银两计算；若是女的，就随她开心吧。你想还什么，就还我什么吧。那你之前帮过的其他女子，都还的是什么呀？还过一些美好的时光，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细节。走了。哎，那我要怎么找你？还你人情？我有你的欠条啊，想要债的时候，自然会来找你。真是个奇怪的人。郡主，公主的心情已经平复了，应该将公主送回宫去了。启程，回皇城。是。马摘星，你把本公主漂亮的脸蛋给遮起来，又像贼一样偷偷摸摸的把我送进宫，你是在整本公主吧？是谁说过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会言听计从的？难道宝娜公主是要说话不算话吗？摘星郡主，参见陛下。免礼免礼，郡主，你果然没让朕失望啊！啊，陛下，此事并非摘星一人之功劳，是博王府上下一心，且有陛下派兵相助，所以摘星才会如此顺利地找回公主。公主，你不是有话要跟陛下说的吗？请陛下原谅宝娜的任性妄为，先是烧毁盟书，后又不告而别，害得你们劳师动众。宝娜还请陛下恕罪。公主的肆无忌惮，确实引朕不快。但是朕的不快，不会向你讨回的。要讨回，也要去找你们的大王啊！哎呀！父王早已答应要借兵，请陛下别挂心。待宝娜回去后，便会自行向父王请罪。马郡主，朕不解，既然公主已被救回，为何不让朕声张此事？你可知丞相等人仍在找寻公主的下落？请陛下见谅，因为抓走公主的幕后指使者
尚未知道公主已被我们救出，所以幕后真凶极有可能按照之前的计划行事，于明日申时出现在南坡山神庙，而博王府诸人也已设下天罗地网，势必抓获此人。幕后真凶？难道是内贼？陛下英明，正是怕如此，所以才委屈公主掩面进宫。哼！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那自明日起，宝娜公主就待在宫里，莫要轻易涉险啊！多谢陛下。郡主啊，明日捉拿内贼，朕一定派一个得力的大将前往助你。你们两个一定要把这个内贼给朕拿下。是，多谢陛下。去吧，带公主下去吧。恭送陛下。马摘星，你可别再莽莽撞撞、神志不清、奋不顾身了。明日你可要全身而退，知道吗？这是命令。还有，本公主还有话要跟你说，你可得给本公主好好活着。摘星明白了。对了，公主，还有一事，摘星需要你的帮忙。你说，我与公主的护卫长有一个交易，若是今日午时尚未找到公主，便以命相抵。这家伙还真是有样学样，跟本公主一样无理。这事交给我吧。走了，我去大牢里搞定护卫长。我是来救你的。二殿下暗中买通我等绑架公主一事，已经快被查出来了。你若信不过我，再杀我也不迟。好，是你？你是如何得知幕后主使是本王？你们在公主的马身上下毒，露出破绽。现在博王府已经怀疑到你的身上了。我便是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你的身份。那宝娜公主现在身在何处？哎，被他们救走了。那你其他同伙呢？为了取得博王府等人的信任，被我们联手给杀了。哦，也算是帮你封口了。你们朝廷皇室的恩怨权谋，我没有半点兴趣。但是当时你的计划大势已去，博王府的人已经开始怀疑你的身份，那公主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如果不来赶着通知你的话，你的下场可就危险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帮我？1万两黄金。啊？我教你一计明哲保身，脱离此险，保住你的性命和你父皇对你的信任。你有何计？我在取得他们信任的时候，告诉其主谋，明日会至南坡上的山神庙接应。换而言之，你只需要安插一个替死鬼即可。
我允王府负责公主的行宫及马匹，就算有个替死鬼，一来动机难以令人信服，二来本王依旧脱不了干系。但有一个人极为适合，一切都取决于允王的心够不够狠了。郡主，所有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马匹也备好，我们可以随时上山神庙抓人。出发前，我有几句话必须要说。此次我们要面对的是幕后主使，并非一羽之辈，而此行也必定凶险。但只要一想到还有你们的帮助，我便十分安心。我有信心，一定可以救出国王。郡主，你放心，马竞会永远陪在你身边，不会离开你的。但凭郡主吩咐。你们现在都听郡主的话，我的话你们还听吗？殿下，但凭主子吩咐。众人备剑，府外上马，随本王缉拿真凶。是，属下遵命。郡主，怎么了？干嘛？干嘛拉我？你在这干嘛呢？我看不进去，看什么看？殿下，这样出现，岂不惊动内鬼？放心，有人在替本王坐牢。博王哥哥，宝娜会好好反省的。本王终于有机会亲自送香囊给你。这一路真的是十分曲折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等下缉拿真凶的时候，你不许离开本王半步。本王会不离左右，护你周全。可是陛下是说派你助我捉拿真凶的。听我的。这把剑是你惯用的，就请博王殿下好好保护我们。文言，你猜，一会儿上门的真凶会是何人呢？既然是内贼，那么一定是我们认识的人。在这儿等着，那些剑客想必马上就到了。等接到宝娜公主后，那些剑客一个不留。是。丞相大人，
原来丞相大人才是绑走宝纳公主的真凶。我等奉博王殿下之命，在此埋伏。博王殿下和郡主已被放出天牢，此刻正在赶来途中。国王也来了。丞相大人，还是束手就擒，不要再白费功夫了。给我杀了他们！启禀陛下，允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宣，允王觐见。你不是急着要求见朕吗？见了朕，怎么不说话？父皇，儿臣已经知道是谁策划掳走宝纳公主的。谁？是儿臣的岳丈。丞相所为吗？是。丞相为了打击博王，让博王失势，不惜处死下策。丞相盼能借公主失踪一事，让父皇严惩博王，以间接替儿臣争宠。好歹毒的心呐！竟让朕把自己的儿子关到天牢里。儿臣罪该万死。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？今早丞相来找儿臣，并说出全部实情。他要儿臣配合计谋，但儿臣岂能苟同？此刻，丞相正与贼人碰面，并把公主接回丞相府。他计划让儿臣把公主献给父皇，好让父皇认定是儿臣找回的公主，并立下大功。好你个静香！朕拜你为相，还和你结为亲家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朕的？父皇息怒，是儿臣不察，被奸人所蒙蔽。你起来吧，起来。此事你算是悬崖勒马，没有跟敬降同流合污，欺君叛国，朕甚是欣慰。敬降此时应该正在博王的手里。马郡主昨日已经救出了宝纳公主，识破了贼人的奸计。今日朕就要命博王将计就计，救出内贼。父皇英明。朕只是庆幸你没有跟你的岳丈联起手来背叛朕，否则的话，朕是不会轻饶你的。儿臣对父皇岂会有异心？等博王抓回了敬降，朕即刻下旨，将敬降凌迟处死。这样，朕对大王也算有个交代了。多谢父皇为株连九族。下去吧。是，父皇。殿下，夫人慢点。你们怎么照顾夫人的？怎么能让夫人到处乱走？楚楚，我方才在父亲府上同母亲他们聊天，突然来了一群禁军，把他们都抓走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们。他们还说父亲现在已在天牢后斩了。本王救不了他。殿下，楚楚求求你，你再不救就来不及了。不是本王不救，这是陛下钦定的死罪。
主主，主主，夫人，夫人，主主，夫人，你还愣在这干什么？快去找大夫来！快呀！是。主主，主主，主主，你醒醒啊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你何时来的？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差一点就听不到殿下对王妃的一往情深了。你要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其余的本王再派人给你送过去。允王果然够慷慨，那这个就算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。这是断息散，入酒后服用，2个时辰内摸不到脉象，仿佛中了剧毒一般。虽然如今已经找到了一个替死鬼，但世人皆知允王殿下与丞相之亲，还不能完全打消殿下对你的怀疑。唯有再假装服毒，以命自清，方为上策。也许这瓶药还能让王妃回心转意，原谅殿下。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一个四海为家、爱钱、爱女人的风流男子罢了。告辞。昨夜太医来报，为了敬降叛国一事，有归自责，饮酒喝下了毒酒。二哥可尚好？脉搏一时全无，险些断了气。惊险之下，算是救回了一条命。哼，原先朕还对他和敬降是否有共谋存有疑心，如今看来，朕还确实误解他了。唉，此事到此为止吧。博王啊，是朕一时不察，让你被奸人所害，还入了大牢。你不会怪父皇吧？儿臣不曾有怨。甚好，只是没有料到此番马摘星却立了大功，救你脱离了危险呐。是，此次的确有赖马摘星化险为夷。不仅如此，宝娜公主平安后飞书回家，大王已对此事大为理解。你看他还允诺让当了数年质子的四皇子有贞回京，这一切嘛，都应该归功于马郡主，朕应该好好的谢谢他。哎，张甲在，这要送给郡主最好的绫罗绸缎，你去准备一下。是，陛下。儿臣戴摘星，谢父皇赏赐。宝娜公主这次能明白事理，儿臣也深感意外。父皇，宝娜公主现今人在何处？此时吗？此时的宝娜公主就应该在你的博王府，找马摘星单挑去了。摘星见过公主，敢问公主是何事？
为何如此大阵仗？马摘星，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本公主决定教你射箭。我的箭术可是我父王和11个哥哥都说1等1的好，你可要好好看着。公主射得好啊！拍手啊！我精湛的箭术。这有什么好拍手的？公主的箭术还不如我强呢。从小到大，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所有人都称赞我是最好的。明明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，但身边的人都像着了魔一样，不惜都说谎哄我。公主的父王和兄长们是想好好的守护公主啊。我知道，在这世界上，只有2个人敢戳破虚假的表象，对我说真话。一个人就是博王。3年前，他不愿意和众人一样吹捧我的剑术，深深地打击了我的骄傲。因为他，我第一次有了想要努力的念头，就是为了想要获得他肯定的眼神。所以公主才把汉画、汉字学得那么好。第2个人就是你。怎么会？当初公主把绸缎当成鹊桥的时候，我还不是傻傻的陪着你一块儿演。当我看见博王把香囊送给你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次好害怕会输给一个人，所以我才故意动了手脚，陷害你。公主是天之骄女，无需跟任何人争输赢，你的父王跟兄长们便会把无上的荣耀放在你面前。是啊，好想回家，这里一点都不好玩。本公主在这里处处都不如人。马摘星，你要是敢把这些话告诉别人，我就……这是公主对救命恩人该有的态度吗？算了，反正你也可以在喜欢的人茶里放泻药了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好希望博王哥哥永远留在我身边。马摘星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把博王哥哥让给你。毕竟你年纪比我大，脸蛋也没有我漂亮，身材也没有我窈窕。我怕博王哥哥跟你解除婚约以后，你会孤独终老一生。那就多谢公主承让。启禀公主，马车已经在王府大门外候着，随时可以启程了。谢公主宽宏大量，成全友邦和睦。公主，一路平安。博王哥哥，你要是哪天大彻大悟，发现摘星姐姐没有我耶律宝娜好，欢迎你来找我入赘当我的小丈夫。摘星姐姐，你若哪天被博王哥哥给休了，我会快马加鞭的赶来安慰你，顺便庆祝博王哥哥成为自由身了。那公主可有的等了。走啦。
于把宝娜公主平安的送走了。看来郡主很喜欢本王送你的弓箭，到哪儿都不离身。本郡主的确很中意殿下送的弓箭。本王来看看弓弦有没有松了。宝娜公主在的这些日子，郡主辛苦了。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吧。殿下送给我的香囊和弓箭已经够多了。其实摘星要的很简单，我只想要一份纯粹、真挚的情感，没有欺骗，没有谎言。刚才进宫，陛下为了奖励郡主，赐下了丰厚的大礼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大王决意既往不咎。真的？如此甚好，能借到兵，陛下恭庆之日便不远矣。气势如何？不让须眉。晋王，我乃马英之女马摘星，你等以卑劣手段暗杀我父，灭我满门，此举天理难容。陛下怕你对夔州城有所留恋，就瞒着你，给我们下了第二道命令，刺杀马英一家，只留马摘星一个活口。他日战场相见，我马摘星定取你项上人头，以报复仇。都怪本王被蒙在鼓里，没能阻止父皇。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，这是我们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。出来！你去啊！你快点！哎呦，我害怕。还是你去吧，别磨蹭。博王殿下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们就是想说，让你跟郡主可以重新过一个七夕节。殿下要责罚，就罚我一个人吧。请主子息怒。殿下，你就看在他们好心拿了乔果的份上，别辜负了他们的好意，就当今日我们两个一起重新过个节吧。七夕已过，时光不可能倒回。只要跟殿下在一起，任何形式我都不在乎，哪怕是假装也好。假装？若能假装，本王倒希望我铸下的所有过错，都能假装没发生一样。殿下未免也太贪心了。摘星只是想跟殿下一起过七夕，殿下呢？像，非常像。这些乔果中，只有一个乔果里边有红线，所以你们两个人呢，要好好的选择一下。只有一次机会。若选中了，本王跟你就永远不分开。郡主选吧。
倩，我就知道郡主跟殿下是天生注定的一对儿。海蝶，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把这根红线的一边系在郡主的小手指上，然后呢，再把另一边系在殿下的小手指上。这样，你们2个人就能百年好合，一生一世都不分开了。快放萤火虫！哇，美不美？好多萤火虫，好美啊！郡主说的是对的，本王太自私。毕竟，善意的谎言跟自欺欺人是截然不同的。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肯定是摘星太过鲁莽了，不小心把红线弄断了。殿下，红线也只是迷信的传说，希望殿下不要觉得扫兴。断了就断了，没事。你们继续玩吧，我还有公务要忙。啊，怎么会断了呢？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摘星，刺杀你爹的真凶是楚葵。你发烧了？怎么胡说八道的？我爹他活得好好的，昨天你不是还和他老人家一起吃了饭吗？而且，我爹还答应我们2个可以成亲了。哼，他怎么会有事呢？狼仔，你清醒了吗？不要再顾左右而言其他。摘星，夏侯义死了吗？人家在皇城活得好好的呢，别咒人家。原来这8年只是一场噩梦。什么噩梦？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是狼仔。你不是，你是楚葵的工具。
你和马摘星之间绑着的从来就没有红线，永远都是无法回头的血海深仇。为了不让楚葵利用你、伤害你，我只有狠心将你推开，以此保护你。主子。前段日子里，本王对马摘星心生仁慈，误导了大家。从今日起，各归各位，不带私情，与马摘星保持距离。郡主对主子一往情深，主子动心乃人之常情。好端端的，为何如此下令啊，主子？你们究竟是忘了灭马府是何人所为？还是忘了，马摘星只是个人质，博王妃只是控制他的手段。一度，本王也差点忘了。海蝶斗胆，主子下此令，其实是害怕郡主越陷越深，最终伤了郡主吧？不得善终的感情，何必开始？本王一时动情，万一误了大事，如何向陛下交代？从今而后，两人保持距离，这样对马摘星，对本王，才是最好。只是郡主对主子，恐难轻易死心呢。让他见识本王的真面目，死心，迟早的事。郡主，你昨天都没有睡够，天还没亮就起来给殿下做东西了，你不累吗？你怎么看上去那么开心啊？以前我总是不明白，大娘为远征回家的爹做饭时，为何总是面带微笑？现在我懂了，为心爱的人做任何事，都是喜悦的。你变了。以前你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要强，像个拼命三郎一样。可是自从遇见了殿下以后啊，你整个人就柔情似水的，像个女人了呢。本来就柔情似水，是本郡主深藏不露，是吗？啊？怎么了？
这纸鸢是从哪里来的？回郡主，这是一个小孩的，不知怎么的，这纸鸢落进了王府。现在那孩子在门口急得大哭呢。我来，去拿梯子。啊，是。帮我扶着。好。郡主，你小心腿啊！别担心，我以前在狼兽山爬树的功夫可是1等1的好。这个屋檐还没有我以前爬过的树高呢。你小心一点儿。拿着。这个纸鸢的绳断了，那个孩子见了一定会很伤心的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纸鸢，送还给那个孩子。是，郡主。殿下，大费周章，就为了捡一个断了的纸鸢。只是怕孩子失望，就没有想那么多。这个纸鸢虽然说绳断了，但是重新绑上，应该就可以飞了。殿下，你玩过纸鸢吗？郡主，你是在跟本王各说各话吗？我说的不是纸鸢，我说的是郡主身为一个王妃，居然没有一丝教养。你有顾及到皇家的颜面吗？今天这个举动，如果被下人传出去，陛下要怪本王教期无方了。殿下教训的是，摘星以后自会注意，请殿下息怒。郡主。殿下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准备的早膳。怎么了？殿下应该是今天没睡够，所以他脾气不太好。确实是我方才的举止有失分寸。明日你领兵启程契谈，尽快带回借兵的盟约，同时迎接4殿下。儿臣领命。对了，此次去接有真，一定要带上马摘星。父皇，借兵事关重大，为何要带上马摘星？这次你们将途经夔州城，你陪他回去看一看。借此呢，你对他略施小惠，如此一来，他对你的感情会更加升温的。此行照旨办理。退下吧。儿臣遵旨。摘星有危险，我得想办法让他尽早离开。海蝶，你是在准备殿下外出要穿的衣物吗？我来吧。这是海蝶的职责，不用劳烦郡主。海蝶，我总觉得这几天你和莫萧还有文衍，好像总是在躲着我。你们是不是知道殿下对我一反常态的原因？郡主多心了。既然郡主吩咐，海蝶唯命是从。这里交给我吧，你先去忙你的。是。披风，披风。还有些什么呢？哎，书画。
断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怎么又是这个段子？这段子他怎么就一天阴魂不散的呢？郡主，这段子他就触霉头，就是因为他才让你跟殿下之间忽冷忽热的。胡说什么呀？前几天咱们补过七夕节的时候，你跟博王殿下手里边的红线莫名其妙的就断了。还有今天早上，你好心为殿下准备早膳，捡了一只断了的纸鸢回来，又惹得博王殿下心生不悦。我猜这一切都不是巧合，都是因为这个段子惹的祸，它就不吉利。郡主，把手伸出来。干嘛？伸出来嘛。我不是早就让你把这红线给丢掉吗？你不觉得这段时间博王殿下阴阳怪气的？我就在想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断了的红线惹的？思来想去，应该就是他，所以我就专门跑到月老庙，让庙主把它给系好了。而且呀，我还求了签，让月老保佑我们家郡主能够快快的得到夫君的宠爱。多谢你，马静。客气啥呀？希望你说的那个月老庙可以灵验，否则随行路上我们两个关系如此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放心吧，会好的。殿下回府。博王殿下来了，我去帮你收拾东西啊。你在干什么？殿下近来一直忙于远行，宝娜公主又一向钟爱中原的香气之物，于是翟行就特意准备了上好的香露，赠予宝娜公主与大王。大王虽然爱香物，但他只用麝香。若郡主不知，怕只会弄巧成拙。翟行准备的正好是麝香露。我是先去了一趟礼部，查阅了之前朝廷曾赠予他们的所有礼品，了解了他们的爱好，希望对这一次殿下的出使之行能有所帮助。本王知道郡主聪明过人，但女人干涉朝政，我皇族家规是严令禁止的。你是想陷本王于不义吗？是翟行思虑不周，殿下勿恼。明日出发，陛下虽然要你同行，还盼郡主别再自作主张，自作聪明。没有本王的命令，别打扰本王公务。回去休息吧。是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宝娜公主一事，你办事得力，
助本王全身而退。此行伺机刺杀博王这种大事，本王还得再倚重你一回。允王刚过风雨，时机敏感，为何一定要在此刻再度对博王下手？没有比眼下更好的机会了。博王身手不凡，且在京城耳目众多，想要除去他比登天还难。但离开皇城，就算他有通天的本事，身单力薄，也难逃本王埋伏。看来允王是非要取了博王的性命不可。本王连死都死过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豁出去的？你一定要想办法混入博王的队伍。博王生性多疑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不露出马脚？允王不必担心，明日随行的队伍里有我的熟人，我有把握利用他接近博王。熟人？不会坏了本王的大事吧？允王放心，他只是我这一路消遣的乐趣和我的垫脚石罢了。本王这么多年，也见过不少能人异士，却从未见过有人能将密谋刺杀皇子这等大事说得如此轻松惬意。姬冲，你若非生性不惧生死，那便是出身不凡，历经风浪。允王要的只是结果，不会是要跟小的做朋友吧？本王已经按照你的计划，暗中派人联系禁军，他们也真如你所言，愿于途中埋伏，与本王联手除掉博王。你要做的，就是让博王离开众人，落单而行，将其除之。来，事成之后，本王重重有赏。小人最近急需一大笔钱，事成之后，价格随我开。不知道允王殿下意下如何？能除去博王这个心头大患，本王倾家荡产，在所不惜。够豪气！不过，你与禁军究竟有何渊源，能够轻易促使他们与本王联手？哎呀，这算什么？别说禁军了，我想跟谁搭上都可以。我这个人朋友五湖四海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来往，更何况做生意嘛。我只认钱，不认人。真是一个有趣的姑娘，是时候该找你玩玩了。主子，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预计2日后到达夔州城。主子，是不是让士兵们先喝点水，然后我们再出发？属下已谨遵主子之命，先行派人去今晚落脚的驿馆安置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开不开心？惊不惊喜？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
想见你就来了。擅闯皇家军队是死罪。你在担心我啊？我放心吧，博王拿我没有办法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……喂，我今天又不是来讨债的，能不能开心一点啊？前方路况如何？禀主子，我已派士兵前去探路，稍后会回来汇报情况。长路漫漫，你若无聊发慌，本相马师就来陪你解闷说笑。你说你是相马师？对啊。那人是谁？为何在队伍中？回主子，那人名叫吉冲，是民间征调的相马师。此趟任务负责管理队伍里的马匹和马夫。哦，对了，吉冲就是解救宝纳公主的赏金人，因此与郡主相识。属下暗中调查过，这吉冲帮过朝廷一次，坏了行里的规矩，想找口饭吃才来做的相马师，一切都符合朝廷规定。既然是相马师，就应该谨守本分。这一路上只要你不开心啊，我就陪你聊天解闷。殿下，摘星正好有事要向你禀报。本王已知他来历。相马师的工作，好像不是陪王妃聊天解闷的吧？小人吉冲，参见博王殿下。殿下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他是来告诉我们前方有危险，让我们改道而行的。单凭片面之词，本王如何采信？小人可向博王殿下证明所言不假。这是追日，是我训练多年、极有灵性的金雕。几个时辰前，我派追日飞往百里内勘察地势状况，才发现前方的路根本无法通行。你如何证明？禀主子，前方哨兵回报，约莫100里的霞关处，因为连下几日大雨而造成崩塌，无法通行，需要改道前往夔州城。吉冲好厉害呀！你的金雕果然神通广大。多谢博王殿下赞许，能帮到博王殿下和博王妃，是在下的荣幸。文言，传令下去，走西南方，绕道去夔州城。属下遵命。这一路，你除了担任相马师一职，本王命你用金雕探路，向莫萧汇报。博王殿下，恕小人拒绝。哎，吉冲，这可是为博王殿下效命的好机会啊！除非殿下愿意给小人多加50两银子，毕竟这可是额外的工作嘛。看在钱的份上，小人可以答应。100两。小人多谢博王殿下。博王殿下，吉冲他足智多谋，武功高强，再加上追日，他一定可以。他应该可以顺利助我们到达目的地。多谢郡主美言，不过，你不应该在博王殿下面前称赞别的男人。难怪他会吃醋，不悦。他根本就不是吃醋，他是在怪我多管闲事。哎，早就听闻殿下与郡主间谍情深，为何今日一见，反倒相敬如宾？你们之间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吧。你们不和也好，免得他日博王命丧他乡，你恐怕会心碎满地。出发！
这都等了几天了呀？啊，你说这博王殿下和郡主到底还来不来呀？殿下一定会来的。城主，您忘了，在夔州城停留数日，原本不在计划之内。这可是殿下为了郡主特意安排的，用心良苦。可见咱们马郡主在博王身边那是备受恩宠啊。有道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郡主虽然失去了娘家，但是我们夔州城上上下下，那就是她所依靠的娘家呀！啊，我这个城主之位，那是花了大把银两买来的。这次能够见到皇上面前的红人博王殿下，只要我把博王殿下和郡主啊都伺候得好好的，荣华富贵指日可待啊！大人所言极是啊，对郡主好，那就是对博王好，更加对大人是好上加好。禀大人，博王殿下的队伍已经往城主府赶来。哦，来了！快，赶紧准备迎接阵仗啊！迎接博王殿下和郡主啊！是。参见博王殿下、摘星郡主，远道而来，舟车劳顿，请博王殿下和摘星郡主即刻去城主府下榻休息。稍事休息之后，下官为博王殿下准备了接风宴，只需要招待本王一人，本王自会下榻府里。夔州城是郡主的娘家，难得回来一趟，自然归心似箭，想回马府，就不必陪在本王身边了。这殿下对郡主宠爱有加，不加掩饰啊，间谍之情，这是夔州百姓之福，下官之福啊！殿下，这一次应该也算是你第一次正式来夔州城。夔州城外有一座山叫狼兽山，因狼群而闻名。殿下爱战狼，或许也愿意陪摘星上山走走。本王这趟不是来游山玩水的。你要想走走，就自己去吧。博王殿下，这边请啊！哎呀，一起去看狼，我只能说，非常的诗情画意了。要是再一起去看条蛇，啃几只蝎子，完美。这郡主表达自己的情意的方式，真是好清新脱俗啊！让小德好惭愧哦。笑吧，接着笑。现在，除了我俩同时爱狼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，我与博王还有什么共同爱好了。你呀，就是太聪明了，太理智了，忘了这博王根本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。这男人，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的女人，太聪明的。那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？当然是女人味儿啊。你是说郡主要在今晚的宴席上献跳夔州城的王女之舞？对啊，这王女之舞本来就是马家军用来庆贺战胜之剑舞，不知道从何时起，这夔州城的女子人人都会跳，这舞渐渐成了夔州城用来庆典还有迎宾必看的一道风景。下官倒也听说啊，博王殿下在前线大营中啊，也曾经让将士们跳这支剑舞，来庆祝胜利。想必殿下也是喜欢这支舞背后的含义呀。哎呀，李城主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郡主可是夔州城的女儿，若咱们能让博王非来跳这支吉祥的王女之舞，博王殿下会有多开心？李城主的体察上意啊！对
对哈，这个主意好啊！哎，若由郡主亲自来，先跳此舞，那就代表我夔州城全城都在祝福此行凯旋呐！哎呀，那殿下一定会非常赏识我的机智啊！好主意啊！怎么样？我这主意不错吧？你还真的是无所不知啊。只可惜失算了一点，夔州城的女子人人都跳得好，唯独我。你可是大将军之女，怎么跳不好？我的腿曾经受过伤，所以我爹便从来不准我跳。马摘星，你仔细想想，这博王可是战将，对这振奋人心的王女之舞，一定会另眼相待。若郡主你能跳好此舞，让军心大振，祈求此行一切顺利的话，这博王殿下一定会对郡主的用心动情至深的。那个郡主，现在还有些时辰，相信以郡主的聪颖，熟练此舞应该不难呐。若能练成，意义非凡，不止博王高兴，也能宽慰我爹在天之灵。有劳城主了。哎呀，不敢，郡主请。哎呀，去吧，让博王把心思都花在你的身上，我就该有时间做正事了。这是宝娜公主的令牌，以及模仿她笔迹的亲笔信函。那便是你要的东西。你假扮契檀兵，依计把它烧给博王，他自然会落单，前往埋伏处。有了此物，定能让博王落入我们部下的天罗地网。连这都能弄来，你还真是神通广大。看来你就是允王雇佣来的赏金人吧？为何不现身？你东西拿到，能执行任务便成。你管我长得是圆是扁？程大将军，你跟你的手下可都是晋国1等1的刺客，可别失手了。你认得？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博王亲临夔州城，能见上博王一面，全是托李城主的福。好说啊！不过本官还有点小小的忧心呐。毕竟3位都曾经向马郡主求亲被拒，博王殿下会不会因此发怒？你们都知道的啊，那殿下那可是相当疼爱郡主的。城主多虑，脸上无光的是我们。今天前来2条：第一，为了讨好博王；第二，则是恭贺马郡主觅得良缘。当初拒绝我们，也是无比正确的决定啊。对，为了我们的大好前程，今天晚上就是装孙子，对，给马郡主赔笑脸也心甘情愿。哎呦，3位公子可真是能屈能伸呐！3位，今晚是我与3位特别重要的一个晚上啊，飞黄腾达，环看今朝。3位，
今天晚上我特别为博王准备了一份压箱宝，保证让博王心花怒放。李大人有劳了，我们准备了一些薄礼，作为今天开销的一些补贴。李大人，请笑纳。哦，主子，眼前的3位都曾经向郡主求亲遭拒，给钱的那位是已故尚书之子齐公子，再来是潞州刺史之子柳公子，最后则是先京大将之后乔公子。恭迎博王殿下。哎呦，马摘心的一闻就事，还真是多。博王殿下，哎呦，博王殿下，这边请，这边请啊！您上座，您上座，留神脚下啊！殿下，夔州城有头有脸的大商人啊，以及这个家世显赫的名门之后，听闻下官要为殿下接风，都想共襄此举，一睹博王风采。甚好。李城主，还有夔州城各位士绅盛情款待，本王今晚非常开心。日后与晋国开战，朝廷还要仰仗各位出钱出粮。博王殿下，我等能为博王还有朝廷出钱出力，乃是祖上积德，三生有幸。诸位，让我们敬博王，敬博王。好酒，李城主，费心了。殿下，下官还为殿下安排了我夔州城特有的王女之舞，由我夔州城女儿献舞，预祝殿下凯旋。此舞以吉祥盛名，颇合本王此行寓意。那还等什么？走！奏乐。下官的安排，殿下还满意？郡主特地为未来夫君准备了舞蹈，真是有心啊！对了，殿下，此舞郡主反复练习，可吃了不少的苦头，这都是为了殿下您呐。